主2025年12月17日，每日圣安宫读经，离开外族的物件。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尼米记13章15、19、31节。现代台语版圣经，尼希米记第13章。伫迄段期间，我伫犹太看到人伫安息日踏酒窟搬麦捆予奴才，搁伫安息日将酒、葡萄、无花果甲逐款货物运入去耶路撒冷。我就伫因买卖迄日责备因。搁有住伫遐的泰尼人带鱼甲逐种货物伫安息日伫耶路撒冷卖予犹太人。我就责备犹太遐的贵族，甲因讲：恁是安怎做即款歹代志，干犯安息日？以前恁的祖先剑士嘛安尼做，互咱的上帝将这一切的灾祸降落伫咱甲即个城。现在恁还佫干犯安息日，一定会互上帝对以色列发佫较大的受气。伫安息日开始黄昏的时，我命令人关耶路撒冷的城门，到安息日过去以前袂用得开。我派几若个部下管理城门，才免有人伫安息日踏货物入城。对安尼，生理人甲贩卖逐项货物的人，有一两遍伫耶路撒冷的城外过暝。我就警告因讲：恁是安怎伫城墙外过暝？若佫安尼，我要下手掠恁。对迄时以后，因伫安息日就无佫来。我命令利未人洁净家己来固守城门，互安息日分别做圣。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所做遮事，照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我。伫迄段期间，我佫看到犹太人娶亚实突人、阿门人、摩押人的查某囝做某。因的囝儿有一半讲亚实突话，也是别族的话，毋过袂晓讲犹太话。我就责备因，甲因咒诅，拍几若个人，踹因的头毛，甲因记上帝咒詛。无要佫将因的查某囝嫁予外族人的囝，因甲因的囝嘛无要娶外族人的查某囝。我甲因讲，以色列王所罗门竟毋是为着即款代志犯罪，伫列国中无一个王亲像伊得到上帝的疼，搁得到上帝甲伊设立做以色列全国的王。毋过外族的某互伊犯罪，安尼我哪通出在恁做即款严重的歹代，带外族的女子侮辱咱的上帝？大祭司伊利亚实的孙耶和亚大的囝，有一个是荷伦人散巴拉的囝婿，我就将耶和亚大对我遮赶出去。我的上帝啊，求你为记得因所做的歹代，因为因拍拉散祭司的职务，违背利未人做祭司的约。安尼，我甲因洁净，互因脱离外族人一切的污秽，搁分派祭司甲利未人的班处，互因执行家己的职责。定期奉献柴料甲粗食的果子。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予我。离开外族的物件。有一位姊妹来教会的出席率，一阵仔真无稳定。一问才知影，因翁惊伊来教会会有桃花运，
就组织伊来教会。伊干那会当借要带孙仔来教会的名义，才会当出席聚会，袂禁止感叹，拢已经有会的人，还会食醋，无采共伊还是长老的囝，哪会安尼？会发生即种情况，其实是价值观的问题。就算是教会领袖的子女，也是本身就是基督徒，只要价值观偏差去，有缘会影响信仰。今日经文中的婚姻冲突，就是价值观的冲突。经文中，尼米安尼讲：我就责备因，甲因咒诅，拍几若个人，踹因的头毛，教因记上帝咒詛。尼米就亲像教囝不生气的老爸，用暴力方式管教子女。若是现今的眼光，安尼的管教方式并不可取。但是，咱搁较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尼米为虾米会遮尔受气？原来伊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有袂少人带外族的女子，到底有将近一半的囡仔袂晓讲家己的母语，反倒是讲也是图话，也是别种语言。尼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因为安尼责备因，搁进一步讲，教因记上帝咒詛，无要搁将因的查某囝嫁互外族人的囝，因甲因的囝嘛无要带外族人的查某囝。语言是思想甲文化的载体，语言消失意味信仰也得要断层。语言受取代，搁较是思想被改造。咱毋通袂记得，迄是以色列人被异族统治奴役的时代，和外族通婚意味断送下一代的身份认同。尼米就是为着这得忧心和气愤。要互人民了解历史，知影因得罪上帝，就是因为扫罗文王犯了即种罪，所以尼米洁净人民，互因离开外族的一切，毋单单是婚姻若定。尼米对伫家己所做的问心无愧，伊祈祷讲：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互我。传统社会对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并毋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婚姻中上需要契合的就是价值观。笔者牧养的教会，若有男女朋友希望我证婚，我会请因两人先接受婚姻辅导。我和师母带领的婚姻辅导，毋干那是上课方式。透过过程中说明信仰精神，搁较接透过各种议题，互双方有机会讲出家己的价值观，包括安怎甲父母斗阵、金钱管理、囡仔的教养，以及夫妻的沟通模式等等。借着安尼，互即将步入婚姻的双方有机会对话。若对某一项问题无共识，就请因转去搁再好好啊沟通。捌拄过彼此价值观差异伤大，就选择无要结婚，这也是好代志。咱当毋是处踮尼米的时代，虽然无必要反对跨族群联姻，也未必然简单会当甲基督徒交往，但是双方价值观的契合，犹原是真重要的。伫多元的社会，咱是毋是会当持守信仰，搁传承家己的文化？
愿咱伫上帝面前会当拢无通嫌。默想，什么款的文化和价值观是教会上需要教导和传承的？我愿意用偌济的气力守护这个信仰价值观。什么款的文化和价值观是教会上需要教导和传承的？我愿意用偌大的气力守护这个信仰价值观的。做伙来祈祷，圣神啊，求你帮助我持守所领受的真理，佮努力传承落去。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